这时要甲咱做伙来看一位的经节，记载伫圣经路加福音第19章，咱要对第1节到第10节来读。路加福音第19章8月2是伫新约的合本内面的新约的部分91页，伫和合本国语的版本的内面是伫新约的部分第111页。剩的所在，咱看银幕。路加福音第19章第1节到第10节，现着我来读。耶稣入耶利哥，在过去的时，有一人名叫撒该，是抽象的头人，也是好业。伊爱要看耶稣是甚物人，若是人多看袂到，因为伊身躯矮细。就走做前，爬上酸菜树要看伊，因为耶稣要对伊遐过。第5节，耶稣到迄位，抬头看伊，讲：撒该，紧紧落来，因为今仔日我的确踮伫你的家。就紧紧落来，欢喜接纳伊。圣人看见，硬硬念讲：伊入去伫歹人，晓伫歹人的厝。撒开徛地，对主讲：主啊，我将所有的一半互送向人，若是捌换什么人，就将4倍赔因。耶稣对伊讲：今仔日拯救到伫这个家，为着伊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因为人子到要找求失落的来救伊。以上。这时要请马永豪牧师来讲道。伊今仔日的题目是爬上有机会的树，也要请民哲长老来做翻译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非常高兴回来迦南教会。我非常欢喜会当来到迦南教会。好像8年以前我来过讲道。8年以前。我8年前来过这讲道。我3年多回去美国，因为妈妈的身体的关系。我3年外回去伫美国，因为妈妈身体的关系。我在那边牧一个教会。我伫遐有牧一个教会。可是我圣灵感动我要回来台湾，有工作还没有做完。但是圣神有感动我，爱回来台湾，因为我还有工课，而且还未做完。可是我很难过，告诉我的会友，我那么快要离开他们。但是我的会友非常的难过吼，非常伤心，因为我接近就爱来离开因，到伫台湾。我讲到后在门口跟会友我说的时候，一个阿嬷说：“马牧师，我完全不会惊讶你要回去台湾。”我讲到出来时，伫门口底甲会友接纳握手的时阵，有一个阿嬷对我讲：“我拢袂戆影，讲你会回到台湾去。”我问阿嬷为什么？我问阿嬷讲为什么？她说因为每一次你讲到，如果你用台湾的例子的时候，你的眼睛亮亮的。你伫讲道的时阵，你的目睭拢是金的。他说：“我知道你爱他们。”伊讲：“我知影，我真爱因。”可是我说：“阿嬷，我也爱你们。”伊讲：“阿嬷，我嘛真爱恁。”他说：“我们都知道了。”伊讲：“阮大家拢知影。”谢谢你们，好好爱你们3位牧师。感谢咱的会友，非常听咱3位牧者。我教过他们3位，很难的，去一个教会3位牧师我都教过，包括真师母啊。伫新下伊，我这3位牧者我拢捌教因过，包括咱的陈师母嘛有教过。对，郑师母嘛有教过。我知道你们牧师也爱你们。我知影咱的牧者、咱的牧师嘛真听咱。我也很清楚，如果我们牧师、长老、执事、弟兄姐妹一起合作，
外面的人看到我们彼此相爱，耶稣很快乐。我看到咱会友甲咱的牧者会当互相来同工合作，看到咱安尼互相相听，咱的耶稣嘛会非常的欢喜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做伙来祈祷。谢谢你，上帝赐给我们你的圣经，你的话语。谢谢你用你的话语喂养我们。今天让你的圣灵降临，喂养我们，塑造我们当新造的人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阿门。有的时候在台北，我坐计程车，有当时我伫台北有坐客丁车，每一次我计程车，我很好奇看这个司机的名字在这个乘客的前面。我拢真好奇来看这个伫这个乘客头前的这个客丁车司机的名，因为很多台湾的名字有意义。因为台湾的名有当时真有这个意义。我常常问司机，为什么你的爸爸妈妈给你这个名字？我定定问司机讲，谁啊你的爸母会甲你号这个名？因为很多名字真的很特别啊。因为这个名非常的特别。来旺、来旺、来富、来富、永富、永富，或是总名。也是长名。我问司机，你的爸爸妈妈给你这个名字，因为他们对你有这种的期待吗？伊问司机讲，你的爸母甲你号这个名，是不是伊有这款的期待？大部分的司机回答说，应该是。大部分的司机应马牧师讲，应该是安尼。以后我问他们第二个问题，了后我阁问伊第二个问题：你得到你的爸爸妈妈的期待吗？你敢有得到恁爸母的期待？大部分的司机说，唔知。大部分的司机讲，唔知影。以前在以色列有一个小孩子出生了，他的妈妈爸爸对他也有很大的期待。以前伫以色列有一个囡仔出世，伊的爸母嘛对有真大的期待。他们给他很特别的名字，伊予伊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名，这个名字是撒该。甲伊号名做撒该。在希伯来文，撒该的意思是单纯或是纯洁的意思。伫希伯来文，撒该的意思就是单纯、纯洁的意思。他的父母亲给他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他知道上帝对他有很好的应许。伊的爸母甲这个囡仔号撒该这个名，知影讲上帝要互这个囡仔有真大的应允。可是撒该长大的时候，他完全不是单纯，完全不是纯洁的人。但是听候这个撒该长大的时，伊完全毋是一个单纯纯洁的人，他成为一个税吏，伊是一个抽象的，不是一般的税吏，是一个税吏长。伊是一个抽象的头人。可是那个时候，在以色列，犹太人非常不喜欢税吏或是税吏长。伫当时，以色列犹太人非常无爱甲伊甲这个抽象，也是抽象的头人做伙。我不知道去年你有没有机会看到这个很有名的电影《赛德克·巴莱》？伫去年有一出真有名的电影叫做《赛德克·巴莱》，我看了上下集。我看上下集。如果你看到这个电影，你知道这个事件是日据时代。咱有看这个电影，咱就知影这是日本统治咱台湾的这个时代。日本人占领台湾，日本人统治咱台湾，占领者都决定台湾的未来。统治者拢有决定咱台湾的未来，还有把台湾的大自然资源都运到日本那边。伊甲台湾大自然这的资源拢送去日本迄个所在。这是为什么在台湾很难找到很大的树、很久的树。所以咱伫台湾有当时也无法度看到有遮大棵的这个树啊。在这个电影里面有2个赛德克族，2个原住民当日本的警察。伫这个电影内面有2位这个赛德克的族人，伊做这个日本人的警察。可是他们自己的族、自己的原住民不太信任他们。但是因家己这个族民呢，无信任这2个人。
撒该有类似的经验。撒该就亲像这两个。那个时候，罗马政府控制以色列。迄阵罗马政府控制以色列。撒该是一个犹太人，可是他的老板是罗马政府。撒该是犹太人，但是伊的头家就是罗马政府。撒该的钱越来越多，他的邻居的钱越来越少。撒该的这厝边，伊的朋友慢慢啊愈来愈少。有的时候，撒该要得到更多钱，所以他安排罗马的阿兵哥去他的邻居的家拿水。水，谢谢你。撒该因为伊真爱这个钱，所以伊代表罗马政府到伫这个厝边去甲因摕这个钱，摕这个税。还有撒该不是一个诚实的人，他常常拿税的时候。他说3/4给罗马政府，1/4给撒该。撒该嘛，毋是一个诚实的人，伊抽象的是3/4交予罗马政府，1/4放伫家己的裤袋底。撒该的目标是当一个有钱的人。路加福音告诉我们，他得到他的目标。撒该的这个目标，就是要做一个富有的人、好业人。路加嘛有甲咱讲，已经得到伊的目标。撒该是一个有钱的人，可是其实撒该是一个贫穷的人。撒该外表看起来是一个好业人，但是伊却是一个善良的人。他有很多钱，他的衣服很好啊，很好的房子，可是他没有什么朋友。伊是一个好业人，伊穿真好的衫，但是伊无什么朋友。他的银行的钱很多，可是他的心空虚了。伊寄伫银行的钱非常的多，但是伊的心是空虚的。所以撒该真的渴慕生命的意义。渴慕生命的意义。生命的意义。生命。他的生命的意义。撒该非常较无生命的意义。我很多次看到这个情况。我定定看到这款的情形。一个人很认真工作，一个人非常拍拼在做工课，很早去上班，非常早就去上班啊，很晚下班，但是真暗下班，没有很多时间可以陪伴他的家人，无啥物时间通陪伴家己厝内的人，或是没有时间给上帝，也是无时间互上帝来使用。他太忙赚钱了，伊无用在拍拼在做工课赚钱。可是撒该知道生活不是只是钱而已啊。撒该知影伊的生活，毋是干那单单是这个钱尔定。所以撒该听到一个老师，他的名字叫耶稣回来，他的所住的城，他要看到耶稣。当伊知影讲有一个老师叫做耶稣要来这个城的时阵，伊知影伊应该爱来看到这个耶稣。我们不清楚为什么撒该知道耶稣的名字，为什么耶稣吸引他。可是我们知道撒该对耶稣有渴慕。咱毋知影撒该是安怎对知影耶稣这个名，但是伊对耶稣是有一个渴慕的心。所以撒该请假去路边要等看耶稣。所以撒该就到伫路边要来看这个耶稣。可是撒该有一个问题。撒该有一个问题，他的问题是什么？他很矮，伊非常的矮。其实，如果你看希腊文，圣经的新约希腊文说他很矮，我们不清楚撒该很矮，或是耶稣很矮，我们不清楚啊。伫希腊文无记载讲是撒该真矮小，还是耶稣非常的矮小。可是可能我们不太喜欢很矮的耶稣啊。咱应该无啥介意有非常矮小的耶稣，所以大部分人认为撒该很矮。所以大部分人拢知影应该是撒该非常的矮小。他的邻居都站在路的两旁，伊的厝边隔壁拢徛伫路边，撒该看不到，撒该伊看袂到耶稣，没有人给撒该空间看，无人互撒该通让伊来看到耶稣，他都欺骗他们啊。因欺骗伊。
可是没有办法阻止撒该。但是无法度来阻止着撒该，他要看耶稣，伊要看到耶稣，他渴慕生命的意义，伊较无生命的意义，他渴慕这个活水。伊较无活水，所以撒该看到一棵树，所以撒该就看到一丛树啊。我不知道你最后一次几岁爬上一棵树。毋知咱大家上尾一遍爬树啊是甚物时阵？我很久没有爬上树，我真久无爬树啊。可是撒该在那么好穿那么好的衣服，在他的邻居的面前都爬上一棵树，因为他真的要看耶稣。撒该伊穿真好的衫，但是伊为着要看耶稣，伊就爬上迄丛树。这棵树是一个有机会的树，这丛树是一丛有机会的树啊，是一个接受恩典的机会的树。是接受着恩典一丛有机会的树啊。所以撒该的邻居都在路边，撒该在那里，他在树上坐着等待看耶稣。撒该的厝边拢伫路边，但是撒该伊爬上这丛有机会的树，坐伫树仔顶要看耶稣。突然耶稣来了，突然间耶稣来啊，离开天堂进入我们的世界，耶稣来了，离开天顶来到着咱人的世界，耶稣来啊，让我们看上帝的爱的耶稣来了。互咱看到上帝的疼的耶稣已经来啊。他在撒该的城来，让那边的人知道上帝跟他们同在。伊来到着撒该的这个城，要互因知影上帝甲众人的疼。可能撒该的心脏蹦蹦跳。撒该的心非常的紧张在跳。以后耶稣到那边的时候，他做奇怪的事情，没有看上面，他看上面，看到撒该。这是耶稣嘛真奇怪，伊无看头前的这个人，下骹的人，伊看树仔顶看到撒该。还有他知道撒该的名字。啊，搁伊搁知影，这个人伫树仔顶的这个人叫做撒该。撒该，撒该，快下来！今天我要去你的家。撒该，撒该，紧紧落来，因为今仔日我的确着踮你的家。撒该认为很奇妙，耶稣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撒该感觉真奇怪，是安怎耶稣知影伊的名？如果他知道我的名字，他也知道我的不好的背景。伊也知影我这个人，应该嘛知影我无好的这个过去甲背景。可是他还要来我的家。但是耶稣讲要来到伫我的厝，可是其他的路边人都不高兴。路边这个厝边听到拢非常的无欢喜。牧师、长老、主日学老师、执事、诗班唱歌的人，他们都在路边常常荣耀上帝，他们非常不高兴。这个牧长，所有的这个厝边，知影这个情形，因非常的无欢喜。他们对恩典碎碎念。因伫遐嗷嗷念，为什么耶稣要去他的家？是安怎耶稣要到伫这个罪人的家？耶稣不了解他是那种的人吗？耶稣会邀请像这款罪人来到伊的中间吗？可是撒该很快乐。撒该听了非常的欢喜。如果你爬过树，你知道爬上很容易，下来不那么容易啊。还是你有爬过树啊？你知影讲要爬这丛树非常的容易，但是要落来是无遐简单。可是撒该在每一个人的面前需要下来，需要顺服耶稣的话。但是撒该要伫众人的面前落这丛树，要来顺服耶稣的话。他离开他的树上的位置下来。伊离开树仔顶落来。如果今天你知道耶稣会来你的家吃饭，你怎么预备？还是你知影讲今仔日耶稣要到伫你的厝，你要安怎来准备？应该昨天晚上特别扫地，应该昨暗就伫遐摒扫，很早预备很好吃的东西啊。伫遐准备好食的才食物。可是撒该没有时间预备。但是撒该伊无时间他来准备。耶稣说：“现在我要去你的家。”耶稣讲：“即马我就要到伫你的厝。”
耶稣要看我们现在的人，不是预备好的人。耶稣是要看即摆的人，毋是看已经准备好的人。耶稣要看我们，要看我们真正的人。耶稣要看一个实实在在的咱。所以耶稣进入撒该还没有扫地的家，都看到真正的撒该。耶稣无等撒该准备好，伊要看到一个实实在在的撒该。还有撒该看到真正的自己，撒该嘛看到一个实实在在的家己。他看到自己的罪，伊看到家己的罪，他看到他如何欺骗、伤害他的邻居。伊看到伊安怎来欺骗、伤害伊的厝边。可是他以耶稣的恩典来看自己，但是伊用上帝的恩典、耶稣的恩典来看家己。因为这个恩典，撒该悔改了。因为这个恩典的关系，撒该伊悔改。你知道悔改的意思吗？你敢知影什么款是悔改？悔改的意思是离开我们旧的生活，开始一个新的生活。悔改就是离开咱旧的生活，到伫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。他离开他的旧的生活，开始一个新的生活。伊离开伊旧的生活，到伫一个新的生活。他对耶稣说：“我要把一半的所有的给众人。我要将我的一半，甲所有的拢互遮的善良人。如果我欺骗谁，我要还给他们4倍。我有甲送，我有歪送，我就要还伊4倍。”撒该第一次成为一个单纯、一个纯洁的人。撒该这是头一遍真做一个单纯纯洁的人。我的名字汉名是马约翰，我的中文的这个名叫做马约翰。我的父母亲没有给我这个名字啦，这毋是我爸母甲我号的，他们给我一个英文的名字啦。伊是甲我号英文的这个名。所以我来台湾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有机会选择自己的名字。所以我来台湾的时候，我第一遍有家己的这个中文的这个名。可是很可惜，我没有自己选择。但是这毋是我家己选择的。以前有另外一个宣教士，他的英文的姓跟我的英文的姓一样。伫之前有一个宣教师，伊的这个姓，甲我即马这个姓英文的姓是同款的。所以同工说他姓马，你也姓马。所以就讲我伊姓马，你嘛姓马好啊。他说你的英文的名字是 John 约翰，你是马约翰。你的英文的这个名叫做约翰，所以就叫做马约翰。我说哦好。好。可是差不多6年以前，在台湾神学院有一个新生，一个新的学生啊。伫进前台湾城有一个新的学生，他的名字是新造，新造的人的新造。伊的名号做新创造这新造的人，这个新造。哦，我听这个名字，我说我不要当马约翰，我要当马新造。当我听到这个名的时阵，我感觉我不爱叫做马约翰，我要叫做马新造。可是进台湾，如果我打电话给人说我是马新造，他们说谁？我已经在这里那么远那么久，是马约翰，不能马上改变我的名字啦。当我打电话甲我的朋友讲我叫做马新造的时阵，检查无人捌我。可是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，新造。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名，叫做新造，包括撒该，包括撒该，包括你，包括你，包括我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。咱拢是新创造的人。撒该爬上这个有机会的树，当一个新造的人。撒该爬上这个有机会这张树啊，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我们洗礼的时候，接受洗礼的时候，受洗的时候，我们也成为新造的人。当咱受洗礼的时阵，咱嘛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上帝说：“你是我的爱子。”上帝讲：“你是我所疼的囝，我爱你，我欢喜你。你没有做什么得到我的爱，你无做什么，但是你得到我的疼。因为恩典，你是我的孩子。因为恩典的关系，你是我的所疼的囝。你活出这个身份，
你活出这个身份，上帝的孩子的身份。你活出这款的身份。去年我去一个地方吃饭，去年我到一个所在去食饭，我吃饭的时候，一个太太跟她的儿子来我的旁边，伫食饭的时有一个负责人甲伊的囡仔到伫我的边啊，我不认识他们。我毋捌因。这个太太说：“啊，先生，为什么你来台湾这个负责人问咱的马牧师讲：“你是安怎要来到台湾？”我说：“因为上帝呼召我来台湾。”因为上帝呼召我来到台湾。他说：“你是牧师吗？”这个负责人问马牧师讲：“你是牧师吗我说：“是。”马牧师讲：“是。”他说：“你的教会在哪里问讲：“马牧师，你的教会伫倒落咧？”我说：“我没有自己的教会，我无家己的教会，我在全台湾服侍。”我伫全台湾伫服侍。他说：“全台湾辛苦了。”伫全台湾非常的辛苦。我说：“其实我没有看到辛苦，马牧师应讲：“我无看到辛苦的，我看到机会跟恩典。”我所看到的是机会甲稳定。以后他跟他的儿子说：“你听到吗？机会、恩典。”儿子说：“哦，好好好好好。”负责人对伊的后生讲：“你有听到无？这是一个机会甲稳定。”然后他们去他们的桌子吃饭。然后就登去因的这个桌仔来食面。他们吃饱了后，他们回来我的桌子。等因食饱了，搁来到伫马牧师这桌。他说：“牧师，我可以分享1分钟吗？”这个负责人对马牧师讲：“我会当甲你分享1分钟的时间吗我说：“可以。”马牧师应讲：“好。”他说：“牧师，这是我的第2个孩子，老大是一个女儿。”这个负责人讲：“这个囡仔是我第2个后生，我的头一个是查某囝。”他说：“老大已经有癌症10年了。”我的查某囝已经得癌症有10年的时间啊。他说：“健保没有付我们的医药费。”这个咱台湾的健保无付阮这个医药费。他说：“每一次我回家看我的女儿，我都看辛苦。每一遍我回去看我的查某囝的时阵，拢非常的辛苦。可是今天我回家，我不会看辛苦。这边我回去的时阵，要看我的查某囝的时阵，我袂感觉辛苦啊。我要看机会和恩典。我要来看，这是一个机会甲稳定。这个有机会、有恩典的树在你的面前，一张有机会甲稳定的树仔伫你的头前，你可以爬上这棵树，你会当爬上这张有机会的树，遇见耶稣，来拄着耶稣，接受他的恩典，来接受伊的稳定，活出我们的新造的身份。活出咱新创造的这个身份。这棵树在哪里？这张树仔伫倒落咧？第一个地方，这棵树在你的家庭。第一个所在，这张树仔就伫你的厝内。我们常常把家人当作理所当然。咱时常把咱厝内的人当作是理所当然应该做的。我们对外面的人很客气，偶尔对家人没有什么礼貌。咱对外口的人拢非常有礼貌，非常的客气，但是对咱厝内的人无什么礼貌。可是你的家庭是一个分享恩典很好的地方。但是伫咱的厝内是一个分享稳定、一个非常好的所在。如果你是父母亲，你花时间陪伴你的孩子，一起吃饭聊天，不是只上班给他们东西而已啊。你也是爸母做爸母的，你会当伫厝里，甲你的囡仔做伙食饭，分享咱性命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代志。阿公阿嬷不要忘记，你可以给你的孙子、你的孩子很好的信仰的榜样。也是做阿公阿嬷的，咱要知影，咱会使成做咱的囡仔一个性命的一个模范。你们孩子好好关心你的父母亲、你的阿公阿嬷、你的兄弟姐妹。咱就要时常来关心咱的兄弟姊妹、咱的阿公阿嬷，伫咱的厝内面。第二个地方，我们可以爬上这棵树，是在上班的时候、上课的时候。第二个非常好的所在，就是伫咱上班上课的这个所在。我们牧师大部分的时间，我们跟基督徒在一起；可是你们大部分的时间，你们跟非基督徒在一起啊。
阮做牧者的拢是甲基督徒做伙，但是咱在座的会众，时常拢是甲迷信者做伙。那么好的机会分享耶稣的爱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分享耶稣的疼。你每一天打开你的电脑，你祷告，上帝求你帮助我，好好使用今天，祝福别人。当咱拍开电脑这个时间是，咱就会使来祈祷，来祝福分享咱伫咱生命中这个。在台北，我认识一个牙科医生，他已经85岁。伫台北有这个牙科的医生，已经85岁。他叫张长老，他姓张，他是一个长老。哦，伊是一个长老，伊姓张。85岁还看病。85岁，搁咧看做医生。我问他为什么你没有退休了？我问伊讲，是安怎你还未退休？他说，因为看病是很好的机会，分享耶稣的爱。伊讲做医生的，甲人这病人看病是分享上帝听上好的一个时间。每次他看他们的牙齿，他说：“你要不要来我们的教会？”他说：“好好好好好。”当我甲病人看喙齿的时阵，我就问伊讲：“你敢要来伫阮的教会？”这病人讲好。上班爬上这棵树。你上班的时阵来爬上这张有机会的树。第三个地方爬上这棵树在教会。第三个爬上有机会的树的这个所在，就是伫教会。教会要当一个彼此相爱的地方，要当一个彼此相爱。教会爱真做一个彼此相疼的一个所在。所以不常常抱怨，常常鼓励。无常常来埋怨，爱常常来鼓励。第四个地方，在我们的社区，在社会爬这棵树。第四个所在就是伫咱的社会爱爬上有机会的树。我们台湾社会需要耶稣的福音。咱台湾的社会需要着主耶稣的福音。这是你的机会。这是咱的机会。我们现在看新闻都是分裂，不管是国民党、民进党，不管是什么教派，不管是什么人，我们需要给他们不一样的榜样。咱的社会不管是宗教还是政府，拢是分裂的，所以咱需要互因一个真好的一个模范。今天是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之日。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。我特别来这里代表玉山。我直接来代表玉山神学院。我以前刚刚来台湾的时候，我住台东。我以前来到台湾时，就去到台东。我每一个礼拜去4个5个部落。我每一个礼拜拢去4个这个部落。如果原住民教会有很好的领导者、很好的牧师，他们会改变教会，也会改变部落。也是这个教会有真好的这个领导者、牧者呢，因就会改变这个部落。你们可以帮助玉山、培育、帮忙那边的学生当很好的牧师，祝福我们的原住民，不管在部落或是在都市。咱会使来帮咱这个玉山神学院这个牧者。真做真好的领导者来帮咱伫迄个所在的部落。我3年以前去美国，发现美国没有柿子树。我伫3年前到伫美国，发现讲美国无这个柿仔树。我很难过，因为我很喜欢吃台湾的柿子啦。我伫遐，无这个机会来食这个柿仔。可是我认识一对夫妻，台湾人，他们在他们的房子的后面有一棵柿子树。但是我所认捌有一对夫妇的，伫因的厝的后壁有种一丛柿仔树。以后他们告诉我很特别的故事。然后伊甲我讲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故事。有一位台湾人，他有2棵柿子树，在美国有2棵柿子树。有一个台湾人伫美国有种2丛柿仔树。他送给2个朋友。台湾人，伊送互2个台湾的朋友，2个朋友都种在他们的房子的后面。这2个台湾人拢将这个柿仔树种伫厝的后面。美国的松鼠都没有吃过柿子啦。美国的这个碰气呢，拢无食过这个柿仔。第一个台湾人很小心，他的柿子收的时候，他马上拿，不让它们掉下来。第一个台湾人呢，看这个柿仔熟的时阵，伊就
马上甲伊慢落来，无互伊落个这个涂骹。他的附近的松鼠都跑来跑去，都没有爬过这个十字树，因为他们没有看过十字啦。伫迄个所在碰气呢，因为因无看过鱼啊，拢伫这个树仔骹在走来走去。可是第二个台湾人，他完全不小心，他的狮子都掉下来啊。但是第二个台湾人，当伊的这个鱼啊熟的时阵，拢落在这个涂骹。哦，他的松鼠在下面说这是什么？他们试试看，发现狮子很好吃。伫这个树仔骹的这个碰气呢，有来试看卖食这个鱼啊，食了感觉非常的好食。所以这个台湾人很可怜，因为他没有狮子可以吃，因为以后他的附近的松鼠都爬上这棵树，都吃他的狮子啦。这个台湾人非常的可能伊无食到这个鱼啊，因为伫树仔骹的这个碰气拢爬上伊这个鱼仔树来食伊的鱼啊。所以今天我要问你一个问题。所以今仔日阮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是哪一种的松鼠？你是倒一款的碰气呢？我希望我们都是一个愿意爬上有机会的树的松鼠啊！我望大家拢会当真做爬上这个有机会的树，会只食碰气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三个来祈祷。谢谢你，主耶稣离开天堂，进入我们的世界。谢谢你，主耶稣，你来我们的家，来我们的教会，来我们的社区，我们的社会。求你帮助我们爬这个有机会的树，接受你的恩典，也帮助我们接受恩典后当别人的祝福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